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讲到屏东大家陆地，记者嘅有一则一定有名嘅观光景点垦丁，韩国太平湾亚岛。大家视察许多亚岛所采嘅时节，听说会经过一则小乡镇南竹，不过一般人怕冇嘛会去注意到哦。按照南竹亚洲小总头，现正屏东县政府提嘅举办嚟第一届嘅屏东国际彩陶艺术节，变啊这么有名。本周日都有30万人国家许多记哦，路上去看水田地图、叠图人物的图案。许多人也喺一个时间让地有南竹亚洲所采。记者嘅居民家家如喺港中来落实，主要係水田、茶泡、檳榔也都作物。眾多嘅家家如係好多人，不過其中有2隻客家小總頭，太菩薩旗和個羅家莊。一群鄉親喺日本書嘅對北埔曬過去嘅。雖然講呢外流嘅河洛話，都見還係保持漢人嘅生活習慣，尤其係太菩薩旗，居民雖然冇講一多，差唔多50戶人家203人呢，家家係老人家，不過伊能夠出鏡呢參加社區演出，發展適合伊人嘅生活，帶大家向下嚟認識一個淳樸嘅小總頭。民國12年，同在南竹火車頭，當時日本人為飛機，係必須在東港製糖比賽，也就係嘅南竹糖廠作為糖，也糖廠無製糖嘅，將其做觀光景點，啲菜地一定有名。不過南竹站還係繼續營運，日本人上下車。火車是嗰位所在都係長悠悠嘅田丘蓮霧葉。喺南竹鄉萬華村嘅太菩薩旗，有幾下戶人家就啲火車路線。從細我哋算第3胎啦，我出嚟會出世啦，已經78年啦。78年啦。呢邊係咩都係客人哦？係啊，總啲客人，頭擺是差唔多先足晒下來有5-6家人，見曬見多，所以有20-10家人啦，見咧都嘢差唔多50-60戶嘅。南竹鄉定點嘅有新埤、東港、林邊、崁北也是嘅鄉鎮，居民大都係好多人。太菩薩旗也係傳統嘅客家族，就喺南竹鄉嘅萬華村，在啲居民係對新竹湖橋、房山、關西一道蔬菜陸陸續續曬下去嘅。其中戴春金先生嘅鳳頭女人戴楊先生，帶定架出嚟，戴金帶動一道鄉體下去，下後沒有相助，相遇一道相嘅人曬到呀。呢上班人下來嘅時候就撚漂哦，講講一份ที่一級檔2000件，我大半頭價。我見講人從喺度講嘅時候，有出2000件啊，2500件，佢要揾人講嘅，啱埋我3000件要揾人講啊，國家條件我係啊，因為出嚟會帶到，啊，把每3500做開放嘅，睇住係需要按天嘅。茶焗包啊，大公牛啊，西焗啊，做午餐啊，食衫啊，碌啊，快。本風彩打到快。92歲嘅阿太，上期嗰陣時同家老公嚟到也開山打拿，一講就唔會說。村係兩公婆把佢138幾個生人，佢把雞嗌8幾個啦，把多條味道下朝頭4-5點嘅啦，坐個慢茶，一冇比糖冇乜嘅東西哦。嚟多樣種嘅哦，比同嚟多樣種，你燒條白咩冇嘅啊，嚟過後樣種嘅啊。嗰時26歲嘅佢，我土生人呢，要行去做田行嘅洗頭，味道嘅講嘢呢，佢同自家講，乜嘅卡苦就係壓定壓緊。冇辦啲關啊，唔可以講好路啊，講好人聽唔識啦。急急嘅車我要阿叔阿伯嘅了啊，阿伯俾來了啦，俾落過行啊，我雖然啊。細嘅看到嘅阿伯來了轉啊，自立馬仔嚟一停一轉去啊，一停去了啊，停你阿伯嘅了啊，聲音叫藝術叫啊，真辛苦錯嘅啦。沒關係，辛苦的一日子。目前做正頭。
阿太同家老公拍出作建议大家，公司对对小社会毛料的，也已经去过东主古的平房屋，门后阿妹篱笆也还没贵族铁门呢。木材国的天本来用力嘅hạn，也已經係上到萬幾장嘅蓮霧葉。蓮霧葉嘅主人戴延浩係大部分人嘅第四胎，他60年前轉嚟家鄉工作，地種嘅度佢應該算係後生人。他就干嘛做到強，禮拜六、禮拜日人都出去了，外地攏喺啲田塢，你掃草、摘菜。淋配淋水，做阿爸阿媽人都冇想一本細學啲種下，感覺講哎無嘛該出脱啦。你講咁樣去寫個條路啊，冇是隨我不做生意啊。轉就轉來嘅，但以後希望用無強用嘅方式來當中。一點盡量冇弄咗個，用一些自己研發，還有去網絡去。拉的一些那個肥料的，還有一些防菌的一些知識來做自己的方法來呈現那樣啦。離太菩薩期，蓮霧做的講係居民主要為前緣來路，也附鄉里人，未係種蓮霧的專門外銷。雖然細葉嘅下邊長來都也，比大部分看慢許多，也到每啲也上幾日當。大哥啦，二哥啦。弄剛出世辦下來辦下來是咧生命中向內帶啦，個曬下來以前總講係雙倍因曬因下來因為六堆那個台布了就六堆旁邊一堆啊。咁日本時在動空隙吧，你來到了尾就會辛苦啦，到了尾哦，講話炸彈按道理，係有人就奉上講話6測4房都要隻炸彈話，嚇死人！牙把少少，兩年咪就按年監嘛，就上去搶兩年咪就各鄉下來了尾，學數到了尾樣嘅。對新竹關係再下去嘅李夢兒，每到人民信用帶下去。安尼去到人生路不熟，我鄉鎮代表嘅衣服卡熱，心肝就天天夾動到。還有種嘅後尾八個，未係地方學其中一信用。其實前些得到也開見嘅日，就啲內做下對110後準北港來拜，加到未就啲也安基農業。太不然，要不去的，要錯誤掉帶啊，40年就去嘅啊。我客家嗰種啊，所以講走個堂啊，大部嘅嗰祖先啊嗰種啊。以前咧從那個火把布啦，攞到咧都已改嚴格。那以前蘿蔔都硬啊，見他翻到咧仲係料理話，我啲人想法是講後台啊。還會做那種有歸屬啊！先日之時，伊哋睇唔到幾大腳配，風吹牛皮頭，上年未拿到同你做嘅沙崙河河巴船，也已經係太菩薩期嘅田橋韓國蓮霧葉。去到下輩開封打奶客家鄉親，以為蔬菜好多腳，未簽到嘅，似解福卡。